哇！你喺度玩咩？你哋喺度？哦，用個竹筍嚼佢啦，嚼佢啦，嚼佢啦！哇，正啊！哇！呢班偷竹筍下禮班，認住你哋啊！好濃厚咁嘅手感啊！軟綿綿，有毛毛，有。哇！呢兩 pair 呢一 pair 真係啊！真係好大碌啊！就嚟我要攬實先得噶嘛！哇！哇！響雷啦，響雷啦！你唔好咁後勤啊！響雷啦，響雷啦！哇！喂，買啲即刻要換套像先得你。係親密啲，親密啲，親密啲。係啦，冇錯啦！哇，幾溫馨！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哎呀，值啦！中型衣服的那个体系，中型衣服。后面2年的朋友啊，这边是一个小黄线，紧绷住的话是走到前面左拐啊。这里呢先听到瀑布的声音，然后再走到下面的水上浮桥才可以看到瀑布的哦。不走回头路过一个圈。打中間得唔得啊？呢條短啊，打唔到嘅。呢條得。影咩相啊喺度啊？耶！说的司机。哇！拿挂身呢，就是你付你的话，就给你体验，让你拿上了钻。
家就唔點味好啲。我哋食開個點味嘅，淡口啲。哇！你咁叻嘅，你睇到佢反唔係佢話我兩個都話我話呢條，我話呢條我就話呢條啦，即係仲係跳嗰條，係咪呢條係咧？問你哋咯。原來上邊都有個，原來上邊一個平台喺度㗎，原來上邊有個平台喺度啊，可以，真係攞命嘅。咩啊？要蘸麵，蘸麵好食啊！直情。等等。有得食就食啦。食啦。啖湯跟住飲完色西。先飲湯，後食雞肉。可以喝了，可以喝了，可以喝了，需要加入咸食姜我们哈。好。